由關可維同大家睇天氣，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今日影響廣東沿岸，本港大致多雲，部分地區有幾陣雨，新界中部錄得幾毫米嘅雨量。朝早各區最低氣溫介乎14至18度。由於今日冇陽光，加埋天氣比較潮濕，日間嘅氣溫變化唔大。下晝各區氣溫回升去到17至22度，比尋日低4至6度。轉睇下，11點鐘氣溫係18度，相對濕度84%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微雨，氣溫介乎18至21度。夜晚有薄霧，吹和緩至清勁東風。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同有薄霧。轉睇下。南半球嘅澳洲已經進入風季，昆士蘭州對開海面今年第一個熱帶氣旋已經形成，預料初時向西南移動，後期將會轉向東南移動，唔會登陸澳洲，但係東部沿岸仍然會受到強風同湧浪影響。而3級強熱帶氣旋弗雷迪今朝早集結喺西澳洲對開嘅海面，中心附近最大嘅風力有13級，相當於西太平洋嘅颱風，強度或者會進一步增強。不過預料會向西移動，同樣唔會登陸澳洲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多雲，澳門落雨；廈門落雨，台北多雲。上海落雨，北京落雪，瀋陽多雲，首爾多雲，大阪、東京多雲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落雨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多雲，胡志明市天晴，馬尼拉明朗。墨爾本明朗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明朗，惠靈頓奧克蘭驟雨，孟買天晴，新德里明朗，卡拉奇明朗，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落雪，芝加哥明朗，羅馬多雲，蘇黎世、巴黎、法蘭克福天晴，倫敦、阿姆斯特丹天晴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